1月15號星期四朝頭早8點鐘，歡迎翻到嚟猛火投資頻道。比特幣4個鐘圖表咧繼續咁樣向上升啊！咁啊，琴日咧我哋 mark 落咗一個短期嘅支撐位置啦，就係舊底 break out 嘅頂部大概94,700嘅位置。咁啊，見到咧短期有些許嘅回落，跟手就再次彈翻轉頭啦。現時嚟講咧，去到大概差唔多98,000蚊啦，係見到有些許嘅避拒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咧見到咧有一紮可觀嘅 volume 啦，咁啊即係話咧短期見頂嘅可能性咧係有機會望到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咁樣嘅頂部被拒絕嘅位置咧，剛好咧就係舊底呢一個嘅頂部啊，亦都差唔多望到去呢一個98,330蚊啦。咁啊就係舊底呢一個大型嘅底部啦。咁啊喺一個可觀嘅位置會見到一個嘅阻力位嘅。另外嚟講，呢個動能指標亦都見到喺個高位度咧，再一次回落啦。咁啊，做出咗呢一個嘅向下跌嘅頂背離啊。咁啊 target 將會係條 EMA 9啦，咁啊95,750蚊啦。咁啊，另外嚟講，再望深少少嘅話咧，就會係條 EMA 20大概94,150蚊嘅位置啦。波幅率指標喺個高位嗰度嘅，開始見到有回落啦。咁啊，一旦見到咧兩者都回落晒落嚟嘅話，開始跌翻落嚟呢個正常嘅區間，同埋見到一個明顯嘅交叉嘅話咧，將會係象徵住呢一個嘅升勢咧完結啦。就會進入一個向下回調橫盤嘅情況啦。至於回到有幾深咧，可以留意一下一啲關鍵嘅支撐，例如條 EMA 9啦，95,700啦。咁啊，舊底 break out 嘅頂底部嘅呢個位置啦，咁啊94,700啦。另外嚟講，成個呢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94,000蚊齊頭咧，都會係嚟緊向下試嘅目標價格嚟嘅。咁啊，只要冇失手啊嚇，呢一個嘅呢一個最低啊，去到條 EMA 55 92,400呢一紮嘅頂部嘅話咧，我都會仍然保持一個繼續向上望嘅判定嘅。日線圖嚟講嘅話咧，見到個價格仍然係繼續向上攀升啦，動能指標向上升，波幅率指標向上升，日線圖仍然有向上望嘅空間嘅。target 將會係呢一個98,330蚊啦，舊底呢一個大型嘅頂部啦，十分之容易會掂到嘅。咁啊，跟手就會係條 EMA 299,600蚊咧，亦都係十分之容易會掂到啦。一旦能夠升穿晒呢兩個位置嘅話咧，就會大幅度望到上去咧呢一個嘅底部啦。咁啊10,03,600蚊啦，同埋呢一個頂部10,07,461蚊。咁啊望緊呢兩個嘅目標價格啦，日線圖要回落翻嘅話咧，至少都要見到呢一個嘅舊底 break out 嘅頂部94,700蚊係真係收翻低嘅話咧，先好短期開始向下望啦。比較上關鍵嘅話咧，我都會留意翻條 EMA 21大概92,000蚊齊頭，收翻低企穩晒所有平均線嘅話咧，先會再次判定一個嘅跌勢啦。否則嚟講嘅話咧，仍然望佢有向上升嘅空間嘅。以太幣嚟講嘅話咧，見到今日嚟講，啱啱過去嘅今日嚟講咧，係收翻高晒條 EMA 200啦，咁就係企穩咗喺上邊啦。咁啊，只要嚟緊日子都係收高條 EMA 200嘅話，都會係繼續向上望啦。動能指標升，波幅率指標向上升，仍然係有上望嘅空間，仍然係向上爆發當中嘅。target 就會係呢一個嘅頂部3,455蚊，同埋呢一個頂部3,657蚊啊。短期要向翻下望嘅話咧，至少都要見到條 EMA 9啦，3,220蚊啦，收翻低企穩嘅話，先至好開始向下望。咁啊，最短即係最近期嘅底部就係呢一個嘅3,050蚊啦。咁啊，只要仍然係收嗰個3,050蚊嘅話咧，其實都係一個 high low 嘅表現，然後反而會繼續向上望，直至真係收低過晒3,050蚊嘅話咧，咁啊先至好判定呢一個跌勢再次來臨啦。SOL 嚟講咧，我哋等到佢終於成功咁樣收復翻呢一個關鍵嘅阻力位146蚊啊，就係舊底呢一個嘅頂部，同埋呢一陣嘅呢一個嘅底部，同埋呢一陣嘅頂部啦。咁啊，只要持續企穩喺146蚊之上嘅話咧，將會對應呢一個繼續向上升嘅動能啦，同埋低波動率環境打緊上嚟嘅升緊上嚟嘅呢一個嘅波幅率指標，進入一個向上一個爆發嘅態勢啦。咁啊 target 就會係呢一個嘅 EMA 200 160蚊嘅位置，同埋172蚊舊底嘅大型頂部，望緊呢兩個嘅目標價格嘅。短期要向翻下望嘅話，至少要見到條 EMA 9 141蚊啦，收翻低企穩嘅話，先至好開始向下望啦。比較上關鍵嘅話，可以留意一個短期嘅底部132個6毫半，只要冇收低過嘅話咧，都會一直繼續向上望。收低過嘅話咧，先會判定翻個跌勢啦。
OK，睇一睇呢一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啦，琴日咧有些許嘅顯弱嘅，咁啊見到咧呢一個舊底嘅關鍵嘅頂部25,880點咧，曾經1、2、3第4次成功咁 break out 啦，咁啊但係唔能夠企穩啦，咁啊喺琴日嚟講咧收翻低晒條 EMA 9同埋 EMA 21添，咁啊係一個弱勢嘅表現啦，咁就係動能指標向下嘅，咁見到咧係連續3個頂部對於呢一個位置都做出咗一個嘅向下跌嘅頂背離啦，再加上個波幅率指標喺個低位嗰度咧仍然都在徘徊緊嘅，咁啊，但係咧係 set up 緊一個大型嘅波幅，只要個價格遲都未能夠收翻高條 EMA 9，現時嚟講係25,730點，咁啊都會係短期保持向下望啦。咁啊 target 嚟講就會係條 EMA 55，琴晚叫做係試過下，然後收翻高少少嘅。目前嚟講係25,412點啦。咁啊另外嚟講咧，近期嘅底部25,265點都係值得關注嘅。收低過晒呢一紮位置嘅話咧，將會判定呢一個升勢終結啦。咁就會係向翻下望一啲關鍵嘅支撐，例如呢一個嘅底部24,900，剛好係成個呢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至到0.618嘅區間啦。咁啊，再望深少少嘅話咧，就會係舊底一個大型頂部大型頂部同埋大型底部啦。咁啊，24,000點齊頭咧，都會係下一個關鍵嘅支撐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見到嚟緊嘅日子重上翻條 EMA 9 25,730點嘅話咧，亦都會係再一次向翻上望啦。好啦 ，follow up 下幾隻好耐都冇 update 嘅美股啦，咁啊，但係嚟講咧做得比較差嘅，亦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首先嚟講咧就係 Apple 啊。咁 Apple 嚟講咧，之前 mark 落咗好幾個嘅支撐位置嘅，曾經最早期咧係呢一個位置咧，曾經講過話掂到啲 EMA 線可以繼續向上望啦。咁啊見到咧係 fail 咗啦，然後向下望到落去呢兩個分別係265個半舊底嘅頂部、舊底嘅底部啦，同埋呢一個嘅頂部260蚊咧，都係見到咧係有即係都見到咧係入到貨嘅，即係見到係 hit 到個支撐嘅。咁啊，但係嚟講 hit 到個支撐之後咧，個價格仍然係徘徊緊喺個較低嘅位置，收翻低晒3條嘅 EMA 線，咁啊仍然係弱勢嘅表現啦。咁啊，只要個價格冇上翻條 EMA 9 262蚊嘅話，都會係一直繼續向下望啦。target 將會係下一個大型嘅支撐，分別就係呢個 EMA 200啦，咁啊245蚊。另外嚟講，呢一個大型嘅底部244蚊咧，將會係下一個嘅大型嘅目標價格啦。動能指標升緊，波幅率指標開始跌緊落嚟嘅，期待有交叉出現嘅話咧，就會象徵住呢一個嘅跌勢終結啦，然後向翻上橫盤回調嘅。咁啊，但係咧一切都要等待到個價格至少能夠上翻條 EMA 9藍色線262蚊，收翻高企穩嘅話咧，先至好再一次向上望。比較上關鍵嘅話咧，可以留意埋所有嘅平均線啦，大概267蚊啦，能夠收復翻晒所有平均線企穩嘅話咧，將會判定翻個升勢啦。否則嚟講嘅話咧，可能係下一個被拒絕嘅位置。然後再度咁樣向下望嘅。好啦，周線圖嚟講嘅話咧，係值得去關注嘅嘢咧，就係咧現時仲有大概2日先至收市咧，咁就下試緊呢一個舊底嘅大型頂部，咁啊260蚊齊頭啦。另外嚟講條 EMA 21 259蚊咧，都係剛剛好呢一個位置。咁啊，如果能夠見到周線圖啊嚇，能夠企穩呢個位置收高嘅話咧，將會係第一個好嘅徵兆啦。咁啊，但係嚟講嘅話咧，動能指標實在係落緊嚟，波幅率指標都係落緊嚟嘅，繼續 carry out 緊呢一個升完之後咧向下回調橫盤嘅情況咧，係繼續持續啦，咁就係條 EMA 21 259蚊，一旦收低過嘅話咧，將會下望到落去呢一個245蚊啦。咁啊，舊底呢一個嘅底部啦，同埋成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都係十分之值得去留意嘅，亦都係上緊嚟嘅 EMA 55嘅位置，將會係下一個關鍵嘅支撐位置啦。要重新向上望，貨周線圖嚟講，除咗要堅守259、260蚊之外咧，能夠重上翻條 EMA 9 266蚊嘅話咧，將會係再度判定翻個升勢啦。好啊，第二隻咧就係 Microsoft 啊，咁啊先講呢個周線圖先，咁啊同啱啱嘅蘋果十分之相似啊，蘋果咧就係下試緊舊底一個大型嘅頂部啦，咁啊260蚊咧蘋果啊嚇，目前嚟講睇緊 Microsoft 咧就係收低緊呢一個嘅舊底嘅頂部468蚊啦，咁啊如果今個禮拜仲有2日先至收市咧，能夠見到佢重上翻，咁就會係更加好啦。如果好似現時咁樣收低個468蚊嘅話咧，咁啊其實係兌現緊呢個周線圖向下爆發嘅態勢，低波動率嘅環境向緊上升。波幅動能指標繼續向緊下跌，價格失守晒3條嘅平均線，實在係向緊下望嘅。target 將會係成個一個升勢嘅回調線中路嘅位置450蚊啦，咁啊落少少就會係條0.618嘅位置425蚊啦，跟手就會係條 EMA 200 388蚊啦，咁啊情況再差啲嘅話就會追到落去下一個嘅大型底部啦，即係之前嘅大型底部348
蚊啦。咁我望緊1、2、3、4個嘅目標價格嘅。如果能夠見到今個禮拜重上翻舊底舊底一個嘅頂部468蚊嘅會更好啦。能夠重上埋所有嘅平均線最頂嗰條 EMA21 488蚊嘅話咧，亦都會係重新判定翻個升勢啦。咁啊，但係目前嚟講咧，似乎咧係向緊下爆發當中嘅。好啦，日線圖嚟講嘅話咧，亦都係一樣啦。咁啊，自從收低過前日琴日啊，收低過一個嘅468蚊之後咧，動能指標都係繼續向下望啦，波幅率指標向上升啦，繼續係向緊下爆發嘅態勢嘅。咁啊，如果叫見到日線圖回升翻嘅話咧，至少上翻468蚊係第一個關卡啦。咁啊，另外嚟講條 EMA 55大概488蚊咧，都係值得關注嘅上升觀察點嚟嘅。收高翻晒所有平均線同埋呢一紮頂部企穩嘅話咧，先至好再一次向上望。否則嚟講嘅話咧，日線圖都係向下爆發當中嘅。好啊，最後一隻啦，就係 Meta 啦，咁就之前期待緊佢能夠堅守一個短期嘅底部643個半啦。咁啊，見到咧早兩日咧已經開始 break down 啦，然後向翻下望啦。咁啊，曾經咧喺依個位置大概所有嘅 EMA 線咧叫做上試過，但係最尾咧都係收翻低，係一個弱勢嘅表現嚟嘅。目前嚟講，動能指標向下跌，波幅率指標向上升，日線圖望緊向下爆發嘅態勢。下望嘅 target 咧將會係依一個581個半啦，咁就係581個2毫半啦。如果能夠見到喺呢個位置轉翻彎上翻去，形成下一個嘅上升底部嘅話咧，咁就會係一個值得關注嘅上升趨勢啦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一旦收低過舊底一個嘅底部581個2毫半嘅話咧，將會下望到落去542甚至乎480蚊呢兩個嘅目標價格嘅。日線圖要重新向翻上望嘅話咧，至少要收翻高舊底 break down 嘅底部643個半之外咧，如果重上翻晒所有嘅平均線665蚊嘅話咧，會係更加好向翻上望啦。周線圖嘅 Meta 嚟講嘅話咧，係動能指標再度見到今個禮拜咧向翻下交叉啦，波幅率指標亦都係收窄向緊下嘅，即係話橫盤向下嘅發展咧係望緊啦。咁啊，希望能夠見到舊底一個嘅底部581個2毫半能夠堅守啦，咁啊喺呢一個位置之上嚟到轉翻彎嘅話咧，將會係持續向上升嘅周線底部。咁啊，另外嚟講可以觀察埋個價格重上翻晒所有平均線最頂嗰條 EMA21 665蚊嘅話咧，亦都會係再度咁樣向翻上望啦。目前嚟講嘅話咧，未見到嘅話咧，都會係一直保持風險向下嘅判定嘅。好啦，今日嘅 update 嚟到呢一度咧，希望大家喺度最後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，多謝晒。